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2月2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第3届台南市议员将伫明仔载就职，同时进行正副议长的选举。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党团会议，最后由7连霸议员翁玉芳甲蔡淑惠搭配参选正副议长，而且佮甲无党联盟协商的结果将伫明仔载伫党团会议讨论。另外，上午伫会中也聘任郭书博来担任党团的顾问。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党团的会议，会中除了确定正副议长的人选，另外嘛一致通过聘任郭书博来担任党团的顾问，未来将严格监督市政。针对新市府就职，议会国民党团嘛提出包括房屋税、加量价废弃掩埋场等事件，要求新市长要马上处理，唔通阁受到乱院长的影响。龙崎这个案子，龙崎区这个案子，这个废弃物掩埋场的案子，以及高思博委员在他参选期间念兹在兹，一直带着我们党籍议员为民发声的房屋税的案子，这几个重大的案子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马上要就任的黄伟哲市长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东市掩埋场，在议会中间，无一个议员，包括无党、民进党、国民党，拢反对伊开发。黄伟哲讲伊唔知。较有遐奇怪的代志，市长伊要做呢？乌新这件代志，较有迄个市长要落任啊，佮会赔这个代志。黄伟哲讲唔知，哪讲共款，哪讲伊选举会负责，大家无啥相信啊！我想阮国民党的议员会针对几个议题来监督啦！伫经过几若波的意见交流，国民党正副议长的人选上午总算出炉。由同款是7连霸的翁玉芳加蔡淑惠搭配参选正副议长，不过国民党嘛无放弃甲无党联盟的协商，协商的结果将伫明仔载党团会议来进行讨论。就算最后无结论，国民党嘛将自行参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25号的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议会民进党团伫24号下晡也召开甲级党员会议。总召林义景表示，面对眼前大环境，是民进党上艰难的时刻，呼吁党团的成员一定要共心，才当互台湾渡过难关。同时，市党部主委也严正强调，党团成员要遵守一致性投票，若无将除名处分。议会民进党团总召林义景表示，这届正副议长选举，民进党经过党团会议的讨论，决定提名方式，并且依照假投票的结果产生正副议长，由邱丽丽加郭清华组合，表示一切程序拢合法，呼吁所有的党团成员要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在拜托所有的党团成员要团结一致。面对明天正副议长的投票，那一定要一致性投票，投出我们民主进步党在12月13号通过民主的机制所诞生出来的正副议长候选人邱丽丽议员跟郭清华议员。那我想这样的宣誓那透过我们甲级动员的这个会议那让我们民进党团所有的成员非常清楚的了解。那明天我们的党团成员25位，我相信一定会全体一致投下我们的候选人邱丽丽、郭清华，让我们的邱丽丽、郭清华能接近这个正副议长的宝座那期待取得胜利。会中民进党市党部主委黄先挑嘛严正来重申，呼吁党团的成员一定要遵守一致性的投票，若无将以党纪祭出除名处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工业全体同仁上午做伙前往南科消防分队，由董事长周文山代表捐赠一台设备周全的救护车，这也是以上工业所捐赠的第2台救护车。
这台由以旧工业公司所捐赠的救护车，内部的设备都已经相当的完善。拍火兄弟也伫咧接受到这台新车的第一时间，就再一次来做检查，以确保出任务的时阵一切拢无问题。这台嘛是以旧工业公司所捐赠的第二台救护车。董事长周文山热心公益，也真感谢有这个机会，会当捐救护车做好人群。当然，这个荣耀也不属于我一个人。因为这个是全部属于我以旧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干部同仁他努力的，而且这一台建筑的救护车，其实它的前文也是我们公司的，所以说我再次的感谢我们公司所有同仁，然后也感谢台南市政府这一个消防局第4大队这个南科分队给我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让我所见证的小白能够在这边服务希望祈求坐上小白的人，大家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能够大事化小事，一切平安无事。那也希望这一些载运的救护人员的这一些司机他们也能够平安上面的救护人员也更能够一切顺利把社会所需要的人员让他的一些生理病痛能够把它化为最低。以旧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周董事长捐赠这第2台的救护车，他在104年的时候就已经捐赠我们第4大队上化分队一台救护车，那这次是第2台。那周董事长也表示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为了造福地区的民众他能够再捐赠救护车来服务我们整个上化、安定、新市等地区的民众。那周董事长平时乐善好施，也帮助很多的低收入户所以他的很多的善行也保佑了他的公司能够继续永续的经营。那也再次的感谢他对我们消防局的照顾，捐赠这台救护车为地区的民众做个最有效的服务。虽然已经捐赠2台救护车，但是董事长周文山伊希望未来会当有机会继续来捐救护车，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让更多人会当得到帮助。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创庙已经334档的台南市盐埕北极殿将要举办清照大典。在做节进前，庙方奉着神明的指示，先伫24、25号这2天，在南区老人会举办爱心关怀活动。因为结合宗教庆典，所以吸引侪民众到现场排队关怀。盐埕北极殿今年盛大举办12档一届的做节活动，为着要抛砖引玉，发扬较侪善行，伫咧做节进前，庙方特别甲夏都城旅合作来举办关怀活动。上午也聚集了侪民众踊跃来用因的爱心关怀，要来帮助较侪有需要的人。阮庙人呢，为着讲，上帝讲做一个业绩，所以来这个关怀，安尼关怀呢这边呢嘛是用了真丰富的来回答人就对啦，安尼是讲阮家用一个夏都的迄个仓建安尼啦，若个人买呢来875块啦，所以讲这边真踊跃安尼啦。阮这边后日就是12月26，迄个要普渡，迄个时阵嘛真热闹，会使讲有可能，伫阮盐埕有史以来会使讲上热闹的今年的这款建设安尼啦。而且呢，足侪咱的网络嘛是拢有宣传出去啦，报纸嘛有报啦，安尼啦。明示的嘛有来念影啦。三立也有来念影安尼，一寡代志真热闹啦，都会使讲，这12年来会使讲这届安尼真突破安尼就对啦，尽量来甲阮指教安尼，来甲阮来观赏阮这边的做节的这个热闹的气氛安尼，感谢大家感谢。因为天气渐渐在冷，平常时关怀人潮也明显来减少。盐埕北极殿一方面积极来筹备12档一届的做节活动，另外一方面也举办着关怀活动，就是希望会当结合宗教，将大家爱心更加发扬出去。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
第二款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市府文化局甲文化资产保护协会合办的虎城九公主建设过台湾地府蒋元书特展，22号正式伫地成功博物馆内展开。会中除了珍贵的拓本，另外阁有各种授权的珍贵图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被列为台南市历史名人的台湾地府蒋元书，因为对台湾后续的建设甲文化发展有真深的影响。尤其明年拄好是蒋元书诞辰280周年，市府文化局特别甲台南市文史协会来合办，举办蒋元书纪念特展。虽然蒋元书伫台湾做地府只有短短3档时间，不过伊所兴办的建设却多达40项。而且大部分拢甲台南有关系。蒋元书当时候短在府城3年的时间，知府任内3年的时间，却有40几项的这样子的重大建设，平均平均每年都有十几项，每个月都至少有1项以上。这个真的是，如果他现在还在，真的应该跟他去请教，如何有这样子的神速的行政效率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且它这些重大的建设一直影响到今天整个台南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发展，包括像这些孔庙啦、府城隍啦等等这些重大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古迹的一些保存修补，其实在当时候它已经都非常的关切，而且加以修缮。展出的内容除了地成宫文物馆展藏的孔庙、丰神庙接官亭，甲台湾富上皇庙的土碑拓本，另外嘛有一件由收藏家对日本收购回来的古早器具，因为顶边阁印有清朝乾隆41年的字样，相当难得。最有价值是在于说，它那上面有一个铭文，上面乾隆41年台湾府知府蒋元书捐造，然后呢底下呢是共生蒋明高这个签字。那这个的话就等于他的身份证。那后来我们比对了一下，我们在1楼的那个常设展也看到一件这个符，但是那是民国77年啊，那么才补助的。那所以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对。这项的展览对今仔起伫地成宫文物馆来展出，将展到明年6月初。期间文化局甲文史协会嘛将推出系列的讲座，甲蒋公祠的脚艺导览活动，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典藏礼品特展，12月24号开始，伫台南市美术馆开展。展出的内容是为53个国家，将近1300件外交友好礼品当中，挑选出15件来布展，包括日本、韩国、美国、菲律宾等国的礼品，每一件拢代表台南甲国际友好情谊。台南市政府积极发展城市外交，在交流的过程中，嘛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独特的公务礼品。在2012年到2018年中间，接受过53个国家将近1300件礼品，每一件礼品拢代表台南甲世界连结，更加代表的是友善的心意甲祝福。这次展出15件礼品，就包含韩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礼品。
透过首次伫台南市美术馆公开展示，让民众有机会会当近距离欣赏，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好，所以咱这个总共有1300件的这些馈赠品。好，那么刚刚唐城有讲，小到一个纽扣、袖扣，好，大到2公尺高的那个睡魔记，好，睡魔记的这个灯饰啊，那个睡魔记也很有意义，里面讲的都是中国的故事，啊，比如说《三国演义》、钟馗嫁妹，好，而且里面写的字都是汉字，啊，所以也可以从这些看到这个过去亚洲的文化之间，华人文化之间的互相的影响跟深远的交流。那我想这次难得有这个机会，等于把市府这8年来的市长接受馈赠的这个礼品的收藏，或是副市长接受馈赠礼品的收藏，我们把它这个都是变成是公有的财产，公有的财产，那希望来跟市民一起来分享。好，那么希望透过这个机会，也让大家了解世界各地各城市他们的精致的文化的产品。好，那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交流哈。市政府以及台南市美术馆欢迎民众踊跃前往看展，品味无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嘛会当感受到台南甲世界国家的温暖感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400年古地图集新册发表会，24号伫安平古堡举行。代理市长李梦燕、文化局长叶哲山，甲真侪文化界贵宾拢出席。这本新册展现出荷西时期到20世纪初期的台南相关的古地图，其中甚至有14张地图是第一届公开。台南400档古地图集这本册是由市府文化资产管理处以及蓝天册局共同出版，经历6档，对收集地图到调查研究，总共收录了765张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图，搭配着史料编写而成。特别的是，地图版权出的过程包括着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甚至还有荷兰、日本的国家档案馆的收藏。另外，地图集也采用着相当特殊的装订方式来呈现，让地图寸尺甲弯度非常接近，方便收藏者来研究。特别这一次要谢谢我们南天书局哈，那么创办人也可以说是全国私人收藏古地图最丰富的收藏家哈，那么提供了我们这次160幅的地图，提供了60幅。您私人的收藏啊，让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整理成册的一个成果可以非常的完整跟丰硕，我们要特别掌声感谢我们创办人。那确实是古地图，大家情况，这古地图到底有什么？为什么要收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力气跟时间哈？那我觉得其实就是除了我想一种兴趣，一种大家的对这个古地图的热爱之外啊，最重要是可以见古知来，或是见往知来啊。那么然后呢，从对古代的这个事迹的一个演变的一个了解，我们可以作为现在人的借鉴。台南有清高的文史力量，透过调查，互议题多元，成果丰富。文化局除了发行台南文献，更出版了《大台南文化研究系列专书》。这届出版的《台南400档古地图集》，更是收集了国内外台南古地图的心血，会当提供着学界有较侪观点甲角度来探索台南，开启台南研究的新风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分的天气，温度19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